高雄左营早起发生枪案，是一个51岁查甫人，拢总着5枪，伊的头、颔棍、腹肚拢着枪，而且已经明显死亡。警方初步推测，将有可能是这部纠纷所引起的。这凶手开枪了后呢，就塞车逃走，塞到桥仔头放火烧车，想要摄的证据。警方表示讲，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，目前正在追查。 对画面正边向公公走过来人影，都是拄开枪大死人的凶手。穿乌衫的嫌犯，早起6点外埋伏伫死者厝附近。等到51岁姓罗的查甫人一出现，就随牙清出来一路对死者开枪，拢总开16枪。死者身躯顶包括头壳、颔棍、腹肚拢有空喙。确定死者倒落了后，嫌犯一路塞车来到桥仔头附近放火烧车，疑似想要消灭证据，遭到警方的追查。警方表示，初步研判双方是为了这部纠纷，因为死者是早起甲切刀。 的通缉犯，是不是有其他原因，佫需要等待厘清。死者的一些手机的部分的话，目前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基证的部分，我们是研判是有那个财务上的纠纷。至于其他媒体所推断的部分是否毒品部分，目前我们会针对于手机的部分，我们再做一个鉴定。因为死者伫家己厝的门口去用枪杀，也有民众议论纷纷。有民众讲，死者搬来这差不多年外时间，出入定定驶无同款的车，让伊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毛祝贺对死者印象真好，讲伊若拄着人，拢会小酒问。我看到就是他跟他老婆小孩。 然后就是他家也没什么人来，就很单纯，就是看到他们在就是遛狗啊，然后跟刷外面的地这样子，然后他人碰到都很和善，他见到谁都会打招呼。常常看他开不同的车子，就是像有 BMW 啊、Toyota 的啦，然后越野车啊，然后宾士的，反正不同的车种。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。因为命案现场都是主体区，民众讲警察局都伫附近，光头白日发生枪击案实在真恐怖。警方强调，初步认定嫌犯只有一人，目前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，全力追查当中。记者郭家祖、邱超勇、高雄场报道。